點揀固定 fixed 定浮動 variable 利率？唔好俾新聞頭條或直覺決定。呢個係你最大嘅利率決定，必須係一個經過計算嘅策略。銀行希望你揀對佢哋最賺錢嘅選項，但呢個選擇唔係關於中央銀行下一步點做，佢係關於你嘅工作穩定性、你嘅現金流同埋你嘅個人風險承受能力。我哋會計算你個人嘅盈虧平衡點 （break-even point），浮動利率要升到幾高，固定利率先開始幫你慳錢。我哋會對你進行最差情況嘅壓力測試。如果你會因為每個月多供50元就失眠，就揀固定。如果你收入穩定，想玩長線，浮動可能係贏家。我哋會將利率種類匹配你真正嘅風險容忍度。唔好再估，開始計算。立即上 Liberate.ca 制定屬於你嘅固定 vs 浮動利率策略。